爸，买单说开始在看不？那啥的，你跟我今天查查那开车的啥的，你才给了我，要不外趟不嘞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嘛大概看了微博都是这些，我看呗。我妈。我开不得，都是在弄个的，给东我俩开车的加班压过，都弄个的，每天干都过么？我让我洗到地方哈。当然不能弄吧？大不来趟么？俺家人全部弄啊，不叫做家不去了。弄个今天查查那开车的，啊，就在东西查不了啥。我觉得说么，帮侬打给我，帮侬行完了。全给他家全，从加班卡，这是啥的？我看看每天干都穿得啥去的。啥看我提个啥不了，那哈拉啥，我让你莫去点个加班卡，开车的买辆车加班卡，莫不，我让你买辆车啥卡，买不啥卡，开车的大概开车很个。提供7分钱。你跟那个没有垃圾个。你看呢？我估不了啥，你做什么垃圾呀？